嗱，今次咧我哋想做一個 PBX 潤滑油嘅測試。咁今次嘅測試咧，我哋用一塊40mm 嘅不鏽鋼板，就用一個普通嘅轉床，用一個3公斤嘅砝碼去試下轉佢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先噴咗個PBX 潤滑油落個普通轉嘴度先。嗱，噴少就得㗎啦。咁咧就而家咧就可以開始啦。好，師傅，我哋交俾你。就睇下用咗 PBX， 咁你要需時幾耐咯？嗱，個轉嘴已經開始轉緊個金屬板啦。嗱，你見到有啲金屬絲走出嚟，好靚喎，走得啊！用咗14秒幾嘅。嗱，今次咧用咗14秒幾。OK， 我哋用翻同一塊嘅金屬板，我哋睇下。冇用 PBX 又要需時幾耐咯喎？係啦，我哋轉一轉個位嘅啫，用翻同一塊嘅金屬板。好啦，咁咧我哋就睇下今次需時有幾耐咯喎。OK， 師傅交俾你。1、2、3。嗱，頭先咧用咗14秒幾嘅。嗱，而家用咗16秒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6秒，哇！都相差12秒喎。嗱，咁你睇到咧 PBX 潤滑油咧，真係有個好好嘅提供一個好好嘅作用，令到能夠轉嘴能夠可以好快地咧就轉穿個金屬板啦。